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面张伟民来看到讲政府一当一来三改出手，要来处理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市场啦吼，要上过头这个市场，也是讲起过头的这个厝价，看会当较回稳淡薄吼。咱嘛看到讲今年7月啦吼，上路的这个房地合一税2.0，咱嘛看到讲吼，这个税收哦8月吼是减价吼，咱讲5成是遮尔啊济吼，意思是啥物咧？敢是真正这个交易量受到这款的这个政策，咱讲房地合一税2.0这个影响，也是真正这个政府拍炒房有效咧，有可能吼嘛是拄好着这个 COVID-19 吼这个影响啦吼。另外还有咱讲7月是这个季月啦吼，另外咧咱嘛讲到真正是这个政策的这个部分，但是咱嘛讲到呾上路尔吼。可能搁爱淡薄仔长期来去观察一下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讲吼，自这个今年的4月到6月吼，咱看到讲第二季哇 Q2 啦吼，台中、台南、桃园遮真正是大起的这个咱讲这个爬升家啦吼，咱看到讲。但是咧，虽然伊大起啦，即阵咱看到讲中银行佫出招啦吼，针对着即款热扑扑的点，尤其咱头拄仔讲的，即是咱讲6都内底即个3都啦吼，即阵佫针对着吼6都吼，包含在内，佫有即个新德关、新德市吼、新德市啦吼，咱讲第二间啦吼，咱讲吼。这个贷款买手就无要互你这个宽限的这个期间吼，意思是啥讲？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是要买厝的时阵吼，你的这个咱讲落地啊，你都要有够深啦吼，啊摆无爱互你干呐还这个利息呢吼，本金嘛要互你做回来还，当然拢会受到一寡这个影响啦吼。另外。针对着这个买地这个贷款，会当几成，也是讲工业区无咧使用这个土地吼，抵押这个贷款成数拢会搁再来限制吼，到底影响偌济人呢？咱头头讲到吼，这个无宽限期啦，到底是影响到啥？影响到买起家厝的少年人，也是讲这个换厝的这个族群，也是讲投资客，咱等下好好来讨论。另外，咱嘛讲到吼，财政部即阵拍囤房吼，那是真正超过10户啦吼，唔是家己大吼，即阵要加强讲这个。租金吼，这款这个收入的这个基础吼，若是无依法来补税吼，上悬会当罚3倍吼。咱讲到这个大的这个正义吼，透过这回的这个实施，是毋是会当来落实？透过节目，咱做回来对话。现在请节目顶3位来宾，第一位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义，院长你好。主持人好，2位来宾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感谢。第2位，咱要来邀请到务必房屋总经理叶国华总经理好。主持人好，观众大家好。第3位，咱要邀请基族正义改革联盟发起人苏你好。好，大家好。是啦，咱头都有讲到吼，针对着到底吼，这个第2个房间啦吼，毋是房间啦，第2间吼厝啦吼，即阵讲吼，无爱互你有这个宽限期间，尤其针对着热扑扑的这个地区，咱头都讲6都啦吼，咱讲到佫有新德关、新德市，尤其咱看到讲新德市，即阵佫有一个议题咧吵啦吼，什么议题？咱讲吼，这个合并的这个部分啊，尤其德北遮已经吼，这个厝价啦吼，已经无法度佫回头啦吼。针对着这个部分，到底是会影响到什么人先做伙来看？中央银行压炒房有第3波管制，特别地区也就是6都、新德关、新德市这8县市的第2户买厝贷款，袂使有宽限期。若是安尼，最近传出第2户贷款利息也计划要调悬。那个热钱，你能够赚到的钱是高过于那个利率很多，所以我认为这措施没什么用。调悬第2户房贷利率，也就是央行所提出的差别定价。即卖的房屋贷款利率，买第1户普遍当降价1.3%左右，准讲买第2户也伫个1.32%至1.4%中间，利率无悬。即卖央行要求银行都要落实风险控管，将大声调悬个人第2户房贷利率。合库银已经调封，暂时是规划第2户房贷利率可能调悬到1.5%，但是华南银行要调悬到1.6%，啊，毋过干那针对6都、新德县市、8县市地区，因若是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台企银、中银，也搁伫个规划当中。那很多人囤地，利率又那么低，不炒房是笨蛋。所以这样的想法下，希望力道要慢慢的来加深。第2户，那假设现在到1.5、1.7，然后到第3户可能到2.0，第4户可能到2.3。啊，不过为1.5%至1.6%这个房贷利率，对投资者来讲其实压力无大。以房贷1000万来计算，房贷利率1.3%，行之年限是30年，本金加利息每个月是爱含38610块，利率调悬到1.5%，每个月本金利息是40277块。再加1667块，对投资客来讲，其实也真有通赚。租金的投报率绝对是
2%多起跳。如果它是有投资性质的话，它每一个月其实它还是有利差可以赚，好，可以用收房租来养房贷。央行是讲，大概相关利息半码0.125%，银行调管利率的幅度差不多是0.1%。那种银行甲房贷利率有关到1.5%起跳，其实都是相当银行相关利息一码。学者表示，目前市场资金上济，那种民营银行无同齐调管利率，压制炒房的效果就有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是啦，咱看到讲吼，全球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，咱讲吼房屋的这个市场拢总有一寡这个变化。但是咱看到台湾吼，其实看到讲2波疫情啦，去年有1波疫情，但是咱看到讲哇，这个厝的这个价数嘛是愈来愈悬。今年又搁是这个本土疫情吼，安尼啊看起来其实也拢无影响呢。但是即阵央行吼，基本咱讲吼第3届来出招，尤其是这个咱讲利率的这个部分吼，利率的部分是这个公股银行伊去做一寡调整吼。咱嘛看到讲规个这个世界拢总吼，咱讲升息还是这个降息的这个部分，拢咱台湾吼是无去调整吼，但是伊创这招真正有诶效果无？咱先来请教院长啦吼，你安怎看咧？咱安尼讲啦吼，这边第3遍吼，咱中央银行小可提悬吼，就是迄落你也要贷款吼，迄落成数有降啦。啊，不过对于咱一般民众来讲啦，你买第一间是一点仔拢无影响，就是第2间吼，第2间迄个宽限期甲你取消吼，啊，谁啊取消呢？基本上就是要试探吼，讲你还贷款的能力吼，这个大生连面我来讲啦吼，因为纽西兰因都有出这招吼，其他就是迄个你土地抵押贷款吼。降本来5%，啊，即马降5%，伊就是为中国民吼来中国民安尼来迄落拍迄落炒房就对啊，吼。所以阮迄当阵伫开理事的时阵，逐个嘛有讲安尼降一丝丝啊，敢有效果？其实我嘛是伫嘛有伫想啦。其实即边的迄落第3遍，这是其实。简单讲，试水温啦，吼。啊，咱迄个总裁是讲吼，甲你提醒，甲咱遮买第2户以上的，吼，咱遮投资人吼提醒。这是讲好听啦，讲较坦白就是甲警示，甲你警告。对，因为咱其实中央银行卖烦恼啦，即马美国迄个。物价起价呢，吼，啊，咱伊美国联准会可能会提早升息，是，对，啊，利率迄落提悬了，啊，台湾也对入去，啊，你遮平常时间纳一寡利息，这投资人，哦，迄当阵啊可能未堪你，惊纳不出来，OK， 所以这边是其实外界看是敢若无讲介迄落啊，吼，讲对于咱迄个。当时敢若出手真重，其实有一寡迄个试水温，特别是宽限期，吼，这取消，吼，这效果可能过一阵仔再看卖啊。是，爱个观察一阵。对，爱个观察。是，头拄啊，这个院长讲着吼，这个中央银行是选择性信用管制吼，微微啊，甲你调整尔吼，互甲你警示一下。真正咱是讲吼，这个全球变化，大家拢看要升啊吼，咱台湾嘛无咧对咧升的时阵，咱会去用看到讲哦，一寡这个伫咧财政的这部分，还是讲这个汇率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部分，拢有一寡这个影响的这个部分。但是咱嘛讲着吼，即阵是安那有人讲吼，我真正挡袂落去啊。尤其吼，这个若是会甲我调整，但是安尼其实算起来，咱头拄啊，这个影片内底有算互大家看。若是吼1.3升到这个1.5啦吼，咱讲其实吼一个月嘛才加1600尔吼。哦，当时啊，若是讲吼，这个厝头家人吼，伊有真侪间厝啦吼。哦，我着小可甲你的这个厝税提悬，我着应用啦吼。这款的这个现象，咱要来看，继续请教总经理。如果若讲吼，咱买厝要来租人啊，靠贷款吼，这利息伫调顶档来出租的人，其实迄无遐济啦。因为通常来讲，有真侪厝的人，就是讲伊本身有土地 ，OK， 啊起好了分足侪厝，伊无要卖。吼，咱现场咱市场上看真侪安尼人嘛。但即摆即个拍房即个代志吼，我认为央行的即个杨金龙总裁有讲嘛，你拍倒去原来的价数，伊是无可能嘛。因讲就是讲，即马火烧了真猛，你知无？足猛。啊，但是大家倒袂掉，啊烧伤猛，迄大家有煮过饭嘛，较早用茶煮饭，你知道？伤猛啦就臭火焦嘛，就饭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就爱来降温啦，火甲抽较落来咧。但是伊敢有可能拢甲抽了啦，无可能，因为这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。印钞票了，走去全世界嘛。但是即届咧拍即个房地产吼是安尼啦吼，
因为咱实施这个房地合一税2.0嘛，个实价登录2.0嘛，房地合一税2.0跟这个实价登录2.0，其实这个代志厝价大家足清楚啊。你若要靠这炒房，过去就是讲你炒房趁钱拢无扣到税嘛，安尼就大家引起真不满的代志嘛。但是这届我感觉炒房炒了上厉害，其实是二手屋吼已经控制掉啊啦。哦，你要靠二手屋要趁钱，即马投资客真少啊啦。是，啊，即马拢走迄地，拢走迄这个预售屋嘛。红单啦，红单预售屋啊，这个进前讲起这台中这代志就是真悍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你看伊讲啥物玩销？153号讲卖50号，就去玩销安尼啦。啊，伊咧伫遐咧拗嘛，讲啊，我敢若摕50号出来卖啊，啊，一箱就卖起，叫玩销啊。是。啊，你即马摕10号来卖，150号摕10号来卖，你嘛玩销啊。OK。你生这个文字游戏，你会甲社会大众吵甲变讲，哦，安尼遮好卖啊，大家急。这种还拍。OK。啊，但是伊即届安尼拍的时阵，拍到迄个换厝的人啦。啊，所以这种换厝的人，你无法度去诱甲房价吼，甲报价。但是你会去拍到迄个换厝的人。是。啊，我即摆咧换第2间厝要安怎买？啊，你讲啊，无你先生的名，你去买太太名，啊，我是要安怎退税？哦，我退袂，我都退税啊。是。所以这个物件伊安尼做，小可有较。我认同拄啊，迄个院长讲的啦，小试者，小拍者啦。是。但是迄规个操作。啊，个诱惑啊，个真济咧啦。是，所以咱讲真正要拍唔拍，其实这个央行家安尼看起来是咧，亲像咱头拄来演练的吼，这个拍这个太极拳吼，看势伫倒吼，顺这个势落去拍啦。看一下咱讲市场这个吼，真正想过一个，我就甲你让一个洗一个，但是唔是真正要互你落手真重安尼吼。但是咱头拄嘛讲到，中古厝家可能是这波应该较好啊，但是有真侪换房的人啊，头拄嘛是还佫有真侪这个厝头家啦吼，伊是有几啊间厝吼啊，但是伊想要佫买，但是伊若是讲第1间已经立煞，就无这个吼咱讲问题啦吼，就是讲第2间啊，第1间你还佫有吼立这个咱讲贷款的啊，第2间你要去贷的时阵才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咧。真正若是拄到这个厝头家，甲成本踏伫咧咱讲吼厝骹遮，也是有这个现象吧？是喂？无啦，这就是政府咧假先惊啊咧拍房嘛。假先惊啊，你知无？哦。10年前我买我的厝，是。迄阵利率2%外。OK。哦，买到足欢喜的，因为利率2%，因为进前我3%、4%、5%，我少年时阵我10几%安尼。拍到剩2%，我感觉讲，哎，我买厝时间来啊。会好啦吼。会好啦吼。啊，即嘛咧，你讲。第1户啊，第2户1.5，是1.5干偌济啊？优惠利率呢？哦，所以吼，央行做这个代志，敢是甲政府、甲总统报告说，报告总统，我有你做打房哦，其实拢无你拍，假神假影。因为讲你讲大官啦，有钱人啦，政治现金的那些人啦，哦，他们房子都很多。OK， 所以伊就唔惊讲你来拍，你讲第1户、第2户。惊你创啥？啊，第2，伊讲10户开始去查税对无？你若有10户的厝，你有惊迄有查税无？你无你唔惊啦吼？唔惊，钱较济，你要查来查，反正哦，即马都无你去纳税啊！你来查，我嘛是无要纳税啦。是，因为逃漏税方法足济，你会开甲房客讲，你就是自用就好啊嘛，啊也卖叫房客卖报税，啊就逃漏税。是，啊10户的人，你想？你要棒打老虎，还是要打蚊子、打苍蝇？他敢去打那些老虎吗？哦，如果讲好，今晚讲央行真的要宣示说，我真的要打房，那你第2户利率10%好不好？10%，那个才叫好过价屋。系啊，无你讲1.5、1.6、1.7，银行要走白走安尼，敢有差？但是你10%落去，会贵倒去无？袂倒啦，袂倒哦，袂倒啦。13%的时阵哦，房价是咧起的。台北市房价涨最高的时阵是13%的时阵。是，所以10%闹下，那才叫打房嘛。那第二说啊，打到无辜者，你那边换房哦，你家己钱拢有啦。啊，你不能利率是1.5变1.7，还是1.3变1.5？敢无差 ？OK， 无差嘛，你嘛知无差，全世界都无差嘛。所以让央行你做 gay 就是假惺惺在做打房，其实大家都怎样，那是完全没有用处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企图上投资客都能笑央行，都你笑政府，都你笑内政部，讲你都无，你都无唔敢来拍房嘛？因为要选股啊。哦，你敢拍了你的选票唔敢。
所以大家都继续炒预售屋。是。我讲内政部就讲，我预售屋我有做管制嘛，对吧？其实啊，投资客被笑到要死，这样嘛。你什么管制？根本没得管制。预售屋要逃漏税的方法一大堆。进户嘛栽，按过进户没力量。OK。因为咱花敬群一起做房地产一栽嘛，是按过一没力量，因为明知道说预售屋现在最严重，按过赖进博都没力做代志。OK。你看你那俩叫央行来个打房，假装说我有打到房了，我有做任何事。内政部啊，吼，设一个头叫央行来去处理，安尼意思。对啊，咱靠是靠啥？靠恁家少年。哦。阮家中年人拢买厝啊，我们三个拢买厝，拢老啊啦。是恁家少年哦，阿伯是买厝啊。你讲我足有钱的，我买厝互阮囝会使无？恁囝都无法度落吧。OK。所以你若讲把房价炒这么高，其实是民不聊生。是。每个年轻人都很辛苦。有影吼，咱头讲到吼，中央银行出手，个咱讲吼，这个财政部是这个囤房税这个部分吼，头拄啊苏伟嘛讲到一个重点，内政部你的角色伫咧倒位啦吼。有影吼，咱讲到这个央行这个部分吼，若是要起这个1.5%安尼差者，咱讲是这个零角啊吼。南山的吼，这款的这个概念，一个月差起来吼，嘛才差这个1000外块啦吼，一年算起来10000外块，有的人感觉安尼也会使，但是咱头拄啊叶经理嘛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讲吼，这有牵涉到换房换厝的人吼，若是讲伊有一间啊吼，这个先生有一间，但是要太太你退税要安怎退啦吼，其实这嘛是一种咱讲吼问题产生吼，头拄啊亲像这个苏委所建议的1.5%改调到10%，对市场敢真正袂影响，院长。这利率安尼调吼，可能影响真大啦，吼。一般来讲，就是我拢学经济拢建议讲吼，你基本上厝是要大，吼，你也要投资嘛是会使，不过你有才调，你就摕家己大部分摕家己的钱出来投资，哦，你也大部分摕家己钱出来投资，银行。贷款，即马你去甲看吼，即马贷款成数即马无遐悬啊嘛，哦，所以利率安尼小可调一个，其实对你影响无大 ，OK， 对啊，你大省咱那个影片内底讲迄1000万嘛，贷款是用其实大部分嘛无，即马安尼调落，因为我遮一寡资料啦吼，都是咱中央银行。第二遍，这边第三遍嘛，前两遍其实有一寡效果，吼，就是讲平均的迄个贷款的迄个比例，吼，就是迄个家己人贷款的迄个成数，无即摆已经降落来。是，过去拢8成，即阵。即摆拢降个平均啊5、6成5、6成，对，差真济呢。差真济。你讲1000万吼，降1成就是差100万。对，即摆就是讲问题，就是讲有诶足有钱的，伊就是家己摕伊家己的钱出来，这差房，这用。中央银行嘛无法度，不过就是这财政部就是囤房税这个问题，吼，也是讲迄个大省讲，咱有讲吼，你也有10户啊，什么几户，吼，你租金啊，你有报税无，还是安怎嘿？迄爱处理。你讲迄个利率也提悬吼，迄影响是全面的迄个经济体啦。OK。对，你讲1%、10%哇，但是那个实话讲咧，迄差真济。因为过去真正是10几%的这个。对啦，你继续拍，你又要拍了认真拍嘛，你要拍不拍，你拍一丝丝安尼啦吼。但是咱嘛看到讲中银行嘛讲吼，真正唔通这个硬吼，拢强硬来，互这个房市落冷去啦，爱大落冷的这个步骤啦吼。这吼是咱看来讲。真惊讲吼，一个崩盘的时阵，对台湾的经济可能嘛歹啦吼。尤其头拄啊，苏伟嘛讲到一个重点，可能要选举啊吼，这是一个大重点吼。另外咱嘛讲到，虽然这个房价一直炒吼，一直炒起来，一直起起来，但是咱讲吼，这个抗厝的这个部分，有咧降的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吼？咱嘛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。9月初，主计总处统计全国无人大甲，久久也才大一届的主题比率有到18.5%，其中完全无伫使用的主题是13.1%。不过内政部阁公布空厝的比率，却是明显降低真济，因为调查的标准无共款。内政部空厝的定义是指用电的度数伫60度以下。2020年的下半年，这款的空厝全国拢总有882634间，空厝的比率头一届降到2位数以下，差不多是9.96%，创下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新低。我们台湾空问题很严重嘛，就只有我们政府自己觉得不严重而已。房子越来越贵，然后房租越来越贵，一堆房子在空置嘛，真正矛盾的关键所在。
基础建议公民团体认为讲，政府美化数据，不动产是供应较侪过需求，所以因为投机炒房，和空厝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不过政府却无愿意重视这个问题。根据内政部的调查，全国空厝内底落倒占的比例就超过60%，差不多有552700间。其中以新北市空厝的数量上侪，差不多是131300间。若高雄市的空厝比率是上悬的，超过10%。卖厝中人业者认为讲，空厝的比率每半年调查一届，而且敢若看2个月用电的度数，若要闪过这个统计是无困难。利用所谓的一个调查的区间，也许11、12月这2个月呢，积极的去用电哦，那去避免被列为空污的状况，那不太能够作为这个未来实际上真的去课征囤房税的唯一标准。不动产学者表示，国际认定合理空厝比率的标准差不多是3%至5%，台湾平均是10%，代表台湾根本就无欠厝，欠的是安怎好好啊分配甲利用，安怎合理提高持有不动产的税率，才会当压制囤房炒房的现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是啊，咱讲到空厝这个部分吼，台湾伫咧咱讲统计啦吼，12档来吼，即阵是上低这个部分吼，10%以下。但是咱讲吼，世界平均吼，差不多吼，亲像咱讲张教授所讲的3%至5%，安尼较合理啦。所以咱讲吼，这个空厝率也10%以下，但是要有9%外，这代表啥物？代表讲投资客手里的咱讲厝啦吼，也还佫真济，无人住也佫真济。总经理哪看咧？因为这个厝的空地啊吼是真侪讲，譬如讲我本来我伫中科咧上班嘛，啊，即话南科啊，还是讲迄个高雄设厂，我刷叮当，我刷叮当啊嘛，我即间厝敢一定爱卖，我伫台中即间厝敢一定爱卖，可能无卖嘛，我会留咧嘛，啊我无租，啊算空厝，所以其实迄伫移动的当中吼，伊的产生才会变化啦，啊，你若讲3%至5%是一个即个。咱大家使接受，但是问题是咱真侪代志，咱拢袂使接受啊。我买一个面包为10块，那会起到15块，那20块变到30块。我嘛认为无正常啊，无应该。我食便当70、60块就买着，即摆起到80块、100块。其实这是真侪，伊的演变过程当中无法度的嘛。但是我感觉政府爱处理这个代志，譬如讲，为什么大家讲啊空厝遮济，啊厝一直起？迄就是无厝的。你比方说，伊是正义之声嘛，伊是看少年买袂起。伊伫遐咧发怒嘛，但是你若讲真正的骂，就是讲我要买厝，我买袂起嘛。啊，问题就我就干要大，那一定爱买嘛。我讲一个新加坡啊，新加坡几啊十年前来咱讲到咱台湾有无？吼，咱台湾的这边遮什么物件？咱的国宅嘛。较早咱若要住都市，咱住袂起了，是毋是爱迄个国宅？不管是买还是租，对毋对？新加坡来咱台湾学习呢，所以伊即摆住屋呢。因为住屋即摆是毋是做了真好？你少年人，你来叫你老头路，我政府就做一个，算讲国宅就是遐住屋嘛，租你嘛。啊，你若要买，我嘛卖你嘛。啊，但是你若去买着外口的叫做商业房的时阵，你这就要交定来嘛。OK。所以因拢到伫市中心较好的所在呢。是。啊，你即摆咱的少年的进入这个市区来上班的时阵，咱政府其实会使提供嘛。是。但是这点咱拢无做好。为什么？过去咱从我安尼讲，过去咱从国退拢甲卖掉嘛。哦。啊，你即摆无法度嘛？啊，即摆你是要搁起？啊，你讲社会债现在债就是要来起，互因租买，但是你就无起起来啊。所以你这个问题若无解决，这个声音永远袂落来。OK。为啥？我都无通大，我来买啊，我租愈贵，连续120个月房租是一直起的呢。尤其咱讲到这个台北市过去这个社会主体这个问题吼，名伦遮吼讲一个月啦吼爱4万块，哇，这4万块一个落手啦吼，其实唔是干那影响到，可能咱讲这个社会主体，可能连其他的这个咱讲帮助啦吼，厝税拢会提悬吼，这咱真正买都买袂起啊，这阵连税都有问题，是袂？我说即摆吼，政府唔敢做，因为台北市嘛无咧起啊。伊虽然讲，我即摆是研究，我即摆是重新整理一下，都是无咧起嘛。啊，中央呢嘛无咧起，我们就讲起一刷刷，然后跟你讲说，我有在起，比如讲高雄好了，高雄咪是政府里讲，台积电可能要来吗？就是这句话。台积电可能要来，未来哦。迄土地拢起啊，迄土地拢讲是毒哦。OK。台积电嘛未插约哦。是。可能要来，就向你插榜。高雄的市政府嘛，对吧？他说，我们要做一个什么？我有放一点社会住宅给你们去平衡房价。几
几户、几百户，你是要平衡什么房价？所以加限价要做讲啊，我有分小的主体啊，让房价拉下来。要唔过无一个政府敢做讲真正的小的主体迄个租金啊，比如讲市价一半。啊，比如讲大家付得起的，你讲台北市做上好的对不？是，还是那么贵，你来讲400几块对不？对，虽然讲400几块还是有家庭需要，要不过重点不是那个400几块那个大3房、大4房，一共大房了。你也小间的套房不做多弄一点，让人家也台北市能够有一个房子便宜住，就像新加坡一样。我们也是要便宜住在市中心，哎，扛亏啊呢。无有钱人，我有穷鬼进台北市。哦，基本上是有钱人不要让穷鬼进所有的市中心。台湾的6都、6都。有钱人都不希望你买房子，都要你赶到山上或者是海边。哇，好，那你说花进去栽不栽？你有什么方法呢？我们来讲囤房税。你有钱，你囤房会使吧？还是你的财产、你的资产，你当然会使买啊。我没有叫你赶走啊。他们讲资源了，按你一点嘛呢 ？OK。市区了，按你一点嘛呢？你若所有的资源弄你有钱人手头，啊，那我在剩下的什么样状？是，你如果把我们赶出去了嘛？所以讲那个囤房税，我感觉讲，基本上是上有效，按个唔敢做诶。囤房哈，囤房税这部分哦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阮兜啊，一年爱交厝税，对不对？房厝啊，甲土地的税金，1万块，1万块，阮兜真低啦吼。一般啦吼，真低，我甲你大嘛，1万块。你讲自用免税，我都同意，我都同意。是，也唔过，啊，若讲我要囤我的房，我买10间好不？是。一间才1万块呢。OK。我坑一下呢，坑啊10年就好。房价涨1倍。哦。我就探高对吧？是。所以想到基本那个，你讲空屋率下降，我就无咧信迄受低了。那个台电不足度，你要做技巧很简单。哦。头出来一讲诶，11月、12月，随便做都很简单。然后你就相信说台湾的空屋率下降。啊，这个是智商有问题的问题。好，那你说好那。如果要那个我1万块一年，那1万块来再囤一个房，10年涨1倍，我干嘛工作？我干嘛来这边上通告赚那3000块？唔免嘛，我那边扛亏嘛，什么台积电、什么研发手机，拢免。我买厝囤房然后10年了后，我就赚1倍啊。有影。所以基本上很多人啊，真侪人少年拢去做这款代志。你讲少年让我们去看别人，唔去什么研发手机、什么台积电去上班，无啦，下面去买卖干啦。大家身体也要紧啊。我就买一间房。10年了，我就先数钞票。是。啊，这10年中间呢，换景税嘛做低的。我就甲税人就好啊。啊，税有人嗰边纳税。是。逃漏税就好啊。基本的现象都是安尼。啊，你讲政府，你讲啊，我们要打房价，没有啊，政府没有在打房。政府也在鼓励年轻人去投资房地产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亲像咱头拄这个思维有所讲到吼，这个咱讲台积电要去高雄遮啦吼，啊，其实咱嘛讲到吼，我这个科学园区的头拄思维嘛讲到吼，少年人无愿意卖官啦吼，新鲜的官即马无要卖，因做啥？因做卖吼，卖这个房地产吼，真正，伊拢有人讲哇。我拢买一间厝吼，先来坑一个。啊，咱讲吼，科学园区一年啦吼，你若较少年的300万的这年薪吼，应该是无问题啦吼，所以因就开始买，啊，佮向这个银行做一寡这个贷款，买手了吼，厝有啊，第2间佮开始买，所以有的人吼，早就甲科学园区的这个头路死掉了吼。但是咱看来讲，若是房安尼一直囤落去，咱到底安怎拍较有效？头拄吼，这个所谓毛讲就一个重点。就是咱真正这个税伤过头低啦吼，你譬如讲一档你爱纳的税，敢若1万块来讲，这1万块伊会当过去吼运用啦吼，还是讲过去买，啊共款纳这的税，虽然毋是这个自用这个部分，但是税金嘛袂离介远啦吼，是毋是爱动税才有法度来拍囤房咧？咱有另外一个报道，先做来看。厝租人趁租金，验过部照实申报所得的厝头家爱注意咯。财政部自这么开始到明年3月，会锁定有10户以上非自用主体1734户厝主，开始逃走税专案的查核。若是被调查前自动补纳是违法，不过若是被查到那些补税金相关，也会违法，所劳税也会3倍。如果是逃漏税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会按照税法的规定处相关的罚款。或者肯定政府搭局囤房是好的开始，
不过这个法应该申报遐3倍，对囤房大户恐惊是无要无紧。再加上细厝乌漆的问题真严重，而且有9成的租厝市场无补税，所以建议未来一旦扩大逃走税清查的对象。资讯的不透明等等，这些都应该先也同时要被处理。那当然，财政部从10户开始，当然是一个开始。但我希望渐进的从10户降到5户或者降到3户。此外，少年人要买厝真困难，财政部有什么作为呢？这一个情况大概是成本面因素比较多，还有刚性需求。那我们在上个会期通过的房地合一税，基本上是针对那些投机金的短期的投机金需求，来做一个可以更高的税率。但是财政部长苏建英也讲，有一寡建商伫咧炒房，依然是厝税遮尔悬的重要原因，用这期防止竞争小组会密切注意市场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是啊，咱头拄一直讲到吼，这个咱讲新竹遮啦吼，这毋是这个6都内底啦，但是新竹遮吼，嘛有一寡物件吼，也是讲一寡这个议题，也是讲这个产品提出来吼，真正是真抢市的吼。但是这抢市的这个过程，是毋是有当时啊是建商安尼放出来这个消息啦吼，要互你惊讲哇有这个热度，有这个市场，就是叫你赶紧来买吼。咱看到讲这款的这个现象，毋能讲新竹县市啦吼。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，要拍囤房者吼，其实咱头拄思维这个建议讲重税啦，因为咱讲吼，真正你手中的这个税，咱讲纳伤少，才有这款现象。咱继续来请教院长，你安怎看咧？囤房税基本上，理论上吼是对迄个拍炒房是有效，啊，不过伊有一寡负面的作用。是，比如讲，我即马囤房税提悬，吼，啊，万一伊也转互迄个做落税厝的人，吼，少年人伊厝买袂起嘛，是，啊，你毋是加重伊的负担，对，吼，所以任何一个政策吼，一定有伊的正面嘛，有伊的负面，所以即阵期间，所以财政部在一直去研究讲，我即马这囤房税也要推出来，哦啊，可能你负面会伤害多一寡族群。OK， 对，所以这政策毋是讲较简单，我要安怎就安怎。哦，比如讲，我即马你迄落，像中央银行会使做，就是信用管制。是，对，啊，你也税迄个部分是财政部对。啊，不过你讲要提悬迄个利率这个物件，影响的不只是贷款的人，佮整体经济物价对，对，拢会影响到吼，对，拢会影响到，所以中央你做信用管制时嘛是有看到，真正是咱台湾吼厝毋是袂使起，会使起，因为长期来咱来讲，咱的迄个 GDP， 咱的每一个人的所得拢会增加嘛，啊，所以你物件拢会变贵嘛，哦，比如头先讲胖，吼，就是5块变10块，吼。啊，厝嘛是会起嘛，哦，我20年以前买厝，甲单嘛是拢有起，哦，像说思维买厝拢共款会起，啊，不你也起伤凶，起甲无合理，政府都爱出来管，因为一寡无厝的人，伊买厝伊买袂起啊，我有准备一寡钱，啊，不过你厝起比我搭赚的钱较紧。吼，我安尼，迄个社会都有迄少年人就会出来骂嘛。有啊，啊政府都爱处理，对。是，头拄啊，这个院长讲到一个重点啦吼，但是思维头拄啊嘛讲到吼，这个税这个部分，那扣较重，其实吼咧操作囤房还是囤真济房的这个人，伊其实对心理内，也是讲吼实体上，伊都袂安尼去操作伊的这个咱讲房是愈买愈济的这个状况啦，就是讲。真正我税金吼，譬如讲吼100倍啦吼，伊本地纳1万的，我互伊纳100万，伊感到敢去操作这款的这个咱讲产品的，继续咱先请教总经理啦，你安怎看咧？这吼买厝本来就是讲咱一种基本的需求嘛。可比我来讲好啊，我本来住在新竹嘛，我一个人起来台北嘛，啊我拍拼了，啊我拢一直租厝嘛，我租厝我哪娶我？ OK， 所以我一定要买厝嘛，啊，我买厝我就要存自备款嘛，过来我来纳贷款嘛，我纳袂起嘛，啊，我娶某了，我唔准备要生囝，啊，我是要饲囡仔，所以你若甲我利息钱创了真悬，厝价阁真悬，我买袂起，啊，我利息钱纳袂起，我绝对车毛病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摆少年人你骂这代志，我认为拢足有道理，无问题。所以咱的政府就是爱处理这问题，但是政府单独处理的时阵吼，足困难的，你知道？咱来看卖安怎困难。是，你看这个吼。2015年的时阵吼，
是咱的迄个成交的迄个量上少，24.5万，24.5万户啦吼。是。啊，在2016年、17年、18年吼，过来呢，就起到偌济，就来到26万、28万、30万、32万，今年吼估计吼会超过32万啦，来到30几万。但是你来看，安尼关度佫无进前30年平均的关度哦，对无？你看头前这个蓝色的这啊，平均拢超过37、8万户啊。所以其实吼，伊的量也无讲介济，但问题来啊，即摆就是第二个，咱就看到这个。你看这个吼，2年前吼，咱今年的第一季吼，甲2年前的第一季比起来，你要看嘛，全台湾哦。买厝的总价吼起12%几啦，对不对？是。全台湾哦。啊，起上最是对台南啦。台南。对不？南科是。全台南哦。全台南哦，15%几啦。OK。啊，台南买厝2年前买厝甲2年后买厝哦，差120几万呢。OK。124万啊，所以台南人痛苦嘛。好，啊，过来上悬的是对，个新北嘛。新北市吼。新北市嘛吼，12%嘛。啊，过来对。桃园嘛，11%几嘛，是，所以这个现象啊，连高雄嘛9%几嘛，台北本身哦，台北市本身才7%几嘛，所以这个现象全国12%几啦。你安怎讲吼，无人挡会掉啦。因为2年到，咱的迄个通货膨胀嘛，无到12%，对不对？但是厝为啥走遮紧？吼，歹势，政府吼家己调的，家己调的哦。啊，你著公告现在调遐悬啊。哦。你公告现达10年，你看调偌济，调75%呢。哇！10年啊，这就是10年前到10年后的这个公告特价红色的这排哈，红色这排就是，你看伊拢起偌起70几%啦。是。啊，有的所在起121%对，新德管区啦，所以新德管区，啊，就拢。你起有利啦吼，政府定的啦吼。好啊，政府讲，因为安那公告现达是征啥物税，你知道？啊，你著买袂着。迄个增值税啊，是，所以政府的税收就悬啊。OK， 啊，你悬了，你公告现达哦，啊，佮公告地价佮调悬了，伊标售的时阵无，政府摕出来钱较济啊。啊，真侪建商是物件，政府标地是，标了咧土地悬嘛。啊，即摆咱佮讲啥？钢筋吼，去年甲即阵吼，起，咁啊起40-50%呢。是，阿鲁米吼起超过1倍啦。好，那其他拢莫讲，拢起哦。啊，你土地也贵。啊，原料也贵，你即摆叫这预售位建商要哪？伊当然介绍给我管啦，啊，介绍给我管时，伊拢靠啥？就结合上面结合这是社群网站哈，不是色情啊哈，社群媒体啦，社群媒体，啊，个什么一寡这通路的操作，是，伊就放在外口操作，甲一批人揪来现场，安尼差无，因为啥？伊的介绍绝对比附近较悬嘛，因为伊所有条件成本拢悬起来了，伊在咧操作。这爱拍无，这一定爱拍。因为这过头超过头，但是事实上，伊土地就是政府先甲调悬起来。OK， 伊要增加伊税收，啊，这土地成本也未加，你厝哪有可能会加落来嘛？这个成本的问题嘛。是。所以呢，过来就看到这个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啊。这通货膨胀呢，这物件是倒位来？哇，歹势，这个物价通货膨胀吼，因为这个无限 QE 啦。咱会记吼，钞票一直印吼。咱会记对，迄个2008年吼，金融海啸时阵吼，它印偌济，印无1.7兆呢美金呢。即摆去年吼发生这个代志了，疫情了印过来3.17兆美金呢。哇，差不多要2倍了吼。无酷印啊，伊也无限制啊，无上限哪里印啊？啊，即摆这溢出来走来归台湾，你看嘛，咱的股市前几个月拢什么6000亿、7000亿未收，即摆咱已经超收啊呢，咱的交易税已经超收几千亿啊呢，1000几亿啊呢。所以这个问题呢。它当然造成了所谓的通货膨胀了。啊，通货膨胀最实质的东西，抗通膨是什么东西？都是厝。OK。所以大家今麦金看去买厝，啊，你买厝了，哇，买不起，搁买不起。所以大家会差嘛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件，拍房是一件代志啦，但是解决这个大的这个问题。伊也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啊，这个代志真歹处理，但是会使做无，一定会使做嘛。人新加坡来遮学甲因做较好，结果咱会拢放掉，拢无做嘛。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去处理的。是啦吼，所以有这个全球的这个影响，规个烧钱拢来到咱台湾吼。啊，烧钱伫咧股市哈，咱讲吼是咱讲变现，也是讲吼交易上介紧，但是咱讲烧钱无得去的时阵，就入到这个房地产吼，这嘛是大环境的这个因素。但是咱讲大环境的这个因素。具体咱内部这个因素也是拢无改变的时阵，大的正义依然是无法度落实啦吼。所以，感谢你。你想哦，德国，我们以前讲过嘛，德国你若插房哦，
爱罚钱啊，来去关嘛。哦，你若讲哦，买卖金额超过3成以上就来去关，我就罚钱嘛。是。德国随便都可以做这个事情，他都立马供了。囤房税100倍可不可以 ？OK。温刀一个为，按来讲几年，按来要我缴100万的税金，我是怎么移转给下一代？移转到什么租客、什么买客？伊根本都不爱操作啊嘛。我都无咧操作嘛。是啦。100万是要创啥？啊，你讲台北市可能要1000万持有税，我都袂跟走啊，对不？哦，唔敢嘛。基本上是前怕狼后怕虎，差不多我们刚刚嘴巴讲，我被打房，时间都过了，就留给下一代去了，问题都没有解决，都无力改管。是，但是亲像咱总经理所讲的吼，比如讲伊是新得起来，本地就一间厝啊，台北起来，我根本就要搁用租的，啊，我一间厝。你也在设定，比如讲第4间嘛。哦。进户那间啦吼。系啊，你进户那打10间，不打7间、8间、9间，要打10间，那个。随便做给成给呀，不然你说3间，大家都建马工认定是1、2、3间都自用，第4间开始囤房，你也在做一个设定啊，对不？因为那你说我3间，我老婆3间，就6间啊嘛，是，对不？洗进去了像安内啊，就是现在政府就不敢打前怕狼后怕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台南呐，台南是怎么炒房你知道吗？用脆讲哎。用嘴讲，讲啥？哎呀，台南台积电要来啊！哦，你去厂办啊呢？哦，去偌济唔知啊，偌济人来唔知啊，唔过台积电要来，所以台南整个封掉，为台南都是台积电概念股。是。安平，连海边以前我上班人要大安尼，好观光可以啦，玩水可以啦，要大袂使啦吼。没有，要大嘛会使啦。OK。啊，唔过安平到南科台积电是偌远，你知无？要么规安平人讲，台积电要来台南呢？媒体呀，每一个媒体你看帕根西啊，网络，然后讲台南台积电什么像全台南都是台积电。好，我在想讲哦，台南的房价如果涨起来，台积电的员工也没办法住了，你把北去啊。OK。好，我来讲新竹，我姐评论讲呢，很好的学校，就好的学校毕业，台大啊，什么外国啊，没有留学回来，这个新进台积电。好，我就卖干卖10年就好。好，其实别人10年啦，但是3年就搞，差不多。3年，我就先摕了第一桶金300万都有啊嘛。你要卡卖开啊侪钱嘛。300万开始插房。OK。好啊，我买的厝，叫我的学弟，我伫台积电嘛，叫我的学弟讲啊，学弟，咱来去插房安尼。好，因为我的厝卖给你。那我要赚钱嘛，所以外除了卖给外学弟，是啊，就按过你要有台积电的那个名声，就是因为你要有学长学弟在这样，所以我先去台积电工过3年，啊，我摕了1桶金，我去买厝了，我外厝卖给我的学弟，啊，你操作个2、3间，我的钱啊，我差不多1000万、2000万啊，我都要退休啊，我都不比台积电走啊，是，你管我的学历有多好，我念了台大，全台湾的资源都给你在身上。没有用，我被插绑，因为钱较重要啦。钱较重要，是啦。好，所以真侪人就是安尼到了新竹插绑，后来退休，40岁无搞就是退休呢。规工聊连退休啊，我全台湾要炒透透这样子。而且你干什么？我曾经是台积电的。你看台湾的资源变成这样，被这些人滥用。那你说我们拢无做了哈，拢无咧做事业啦，拢你插绑。啊，你讲啊。政府外管，政府唔敢管啊。政府想讲啊，这精安尼啊，插板插干呢，哦，对不？啊，政府唔敢管啊，一管的话，我就不会选你啊。OK， 我就不给你选票啊。所以咱看了吼，真正是咱讲到底你要囤房吼，到底是倒一间开始？后壁要扣这个囤房税吼，这嘛是会当讨论的吼。头拄啊，所以讲吼，前3间啦，头拄啊，这个叶总经理嘛讲着吼，咱讲第1间的时阵，我先得的咯，咱讲吼起家厝也好，老厝也好，啊，第2间可能甲我台北吼，甲你拍拼起家厝，第3间可能要为着我的事势，搁买1间啦吼，第4间开始，我真正吼，若是要搁投资的话，即当阵吼，这个囤房税、档税才入来啊，安尼有合理无？但是咱叶总经理有讲吼，讲我要换厝，其实这咱政府会使落研究啦吼，研究这个方法，比如讲，你即马住新店吼，啊你去种放喺台中，你是要换厝，啊你比如讲你10年来，互你一档以来安尼，一档以来你卖掉，OK，我就税卖甲你，卖甲你都弄档税，哦，这拢会使研究啦，哦啊大省迄度咱影片内底迄度。张老师嘛有讲吼，讲10户你会使降到5户，这我拢无意见啦。是，哦，
只要对这个打插拍这个插棒有效，其实拢会使研究。啊，不过就像我头先讲，任何政策拢有伊的负面的。是。你有当时要拍到这边，啊，结果拍到另外一边无辜的。哦，安尼，你这款的政策，其实对整体你要做的代志，可能颠倒有迄个副作用。OK。对，所以我头先讲咱这边中央银行就是宽限期甲取消嘛，第二间以上啊，主要是纽西兰纽西兰其实咱会记得叶林总你可能记2015年咱的厝价开始落来嘛，因为就是邦地合约对，1.0对1.0。是。啊，不过纽西兰的厝是2013年开始起，一直起个大。是。啊，尾啊，因就即马伫研究一个方法，就是讲。你即马你贷款贷款爱纳利息，啊，搁贷本金对无？啊，这占你逐个月赚的，还是你即马有诶现金的财产的比例？比如讲我赚5万块好啊，啊，内底你爱去还款的这个能力比例是偌济啊？对，无毋对，即马纽西兰即马你研究，啊，不过这行政这个证书可能较长一数啊。OK， 这种就敢若就是宽限期这啦吼，我袂使互你落啊。比如讲，你这个月纳袂出来，使改换纳利息哦，袂使，对啊，就是代表你还款有问题，啊，大家拢安尼尾啊厝拢摕互银行，啊，银行个厝要卖送，就是惊这个金融的体系出问题。是，所以这边中央银行就是，好伊是讲甲你提醒啦，其实。嘛是讲烦恼，即马美国万一升起来，台湾来对，你即马你几号5号3号，不管你几号，反正你利息都是爱，万一你钱也拿袂出来的，对吧？一寡银行都是爱收储啊。是，所以咱看来讲，央行这个总裁是看到未来啦吼，真正这个成立式的这个压力吼，可能随时会来一个。若是讲美国这个经济若较恢复这个部分吼，真正这个连面都会到了吼，所以台湾的应用，即阵就开始了吼。这是咱看到讲对着国际这个形势啦吼，但是咱嘛讲到自咧2015年吼，房地合约税吼1.0到今年实施到2.0吼。当然，咱甲这个咱讲你的厝吼，放伫咧手里的这个时间爱去互长过去2年咧吼，这个部分啦吼，无满2年我扣重税啦，即阵。你若是无满5年啦吼，我扣搁较济这个税啦吼，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比例，但是咱头拄第一张咱度的时阵有讲到吼，这个8月的时阵税金是扣较少去呢。叶总经理，这是啥物现象？伊这是安尼啦，因为这个2.0这点吼，我感觉伊改革了真好啦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头一个吼，你1.0的时阵，你个人啦吼，个人你持有1年45%嘛，卖出去扣45%的税嘛，1年甲2年扣35%嘛，吼啊2年以后甲5年时阵才变20%嘛。是，但是这是我卖厝的所得嘛，对，所得，这有所得才有扣税嘛。我赚100万，我扣45%。对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你看1年45%，啊2年剩35%，伊即届甲纠正讲2年以来45%嘛。是。啊2年到5年35%嘛。增加你这个短期操作的难度甲税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部分呢，我讲实在啦。以即卖市场来讲吼，歪打正着啦。哦，安尼讲。我拄好卖卖，坑咧。坑咧起愈济。哦。啊，但是这你嘛是爱落地有够深啦。无问题啊，就拄好讲啊，你利息才1%多嘛，真好坑嘛哦。是。但是因为你全世界钱啊济，我厝无一定爱卖啊。但是有一点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境内企业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本来的真投资客哈，真投资客。啊，加公司啦，譬如讲10位啦，我叫10位，因为我较真实嘛。是。10位买厝，伊讲个人扣税大概扣45%啦。OK。所以伊就10位去成立一个公司叫10位投资公司啦，去买厝啦。啊，即摆现买马上卖1000买起来1500万甲卖出去，有可能无？有，真正拢有可能啊。个人买公司安尼吼。个人用公司啊？为什么要公司？因为个人要45%啊，公司20%啊。OK。啊，10位讲，我拄啊欠一台车，这间厝赚500万，我牵一台车，就开去300万啊。啊，厝内底音响无好，佮开200万，有开无开都唔知啦。伊车买来有收据对唔对？伊2个月了就甲卖掉嘛。哦。所以这个企业发票拢会使买啦。
你不要，无。咱实话，你看你外巧就好，你知无？发票可以使买，咱拢无讲迄买发票的代志。伊安尼了后，伊就倒闪票迄个45%的税，你知无 ？OK。伊什么1.0，我你讲，迄间连20%免缴零啦吼。所以这境内企业吼，就是种公司啊，这种过去吼，在2020实施之前就足严重的。我认为这点无处理吼。非常无公平啦，是啦，就是讲过去拢无规定的吼，拢免纳税啦吼，还是讲用到其他个人专公司安尼去买卖，拢免扣税，但是2点空开始挨啊啦。是，所以这个第一期了，伊的时间就去切掉了啊，然后个人呢，你若用公司买就是一样，跟你企业啊，甲个人共款，爱45%、甲35%，用时间来处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境外这个企业这个部分哦，我感觉因为这是要甲国外做伙比啦。OK。你袂使讲我来去新加坡买厝，还是我去美国买厝，甲你要来台湾买厝，你的税特别贵，你台湾无竞争力嘛吼。啊，所以伊这个是处理2年以来45%，超过2年35%，这拢 OK。所以这点拍，我认为有拍到。隔绝了短期。个人假借投资公司来投资，就无扣到税部分，所以这一部分已经是真好啊。但是我感觉一短期吼，就是一点波动啦，大家适应啦。因为过来嘛啦，你大家拢清楚了，要起，迄就是经济吼，整个吼，全世界经济若起来，爱起起来足正常的嘛。OK， 啊你有起起来，我家己会处理嘛，啊交税我交税嘛。但是即摆就是咱台湾吼，就是因为这台商回流，啊个咱。你看啊，钱有够多啦吼！你在疫情之下，全世界失业率增加，就业率不好，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死亡人数增加，啊，问题是咱台湾税收都无减呢。咱收你啊，迄个薪水的人吼，感觉讲，足侪人拢失业嘛，是，足侪人薪水落去嘛，足侪人无好。但是对政府的角度来看，咱去年台湾税收是增加。几10%呢？对吧？啊，所以伊那会感觉无好，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讲，你因为安尼了，你所有的钱走一堆，先买股票，过来就买厝嘛。是。啊，这样吵起来了，政府爱处理，所以这处理是必要的。但是安怎处理，会较好、较稳，所以叫做软着陆嘛。这个问题要处理，但是要软着陆啦。看来，看死啦吼，莫一个手。动手落去吼，真侪啊！咱讲烧钱嘛，佫走去啊吼，走去别位去啦吼。所以咱讲要压制掉，咱讲可能是疫情的这影响，钱拢来到咱台湾。但是这个短期之内，有一寡这个交易有较轻，但是这个咱讲吼有这个2点空的这个部分，会当吼避免讲这个烧钱伤过头热啦吼。啊，另外这个中央银行嘛是讲一个警示的这个概念啦吼，嘛讲吼啊，真正若买手真正咱讲到国际的这个情势，国际这个经济拢稳定了后，咱真正安怎去应用吼？无讲哦，厝一间买，啊我落地啊无够深，我拢甲银行借，啊一个提醒的时阵我落袂出来，一间厝拢是吼，这个拗小袂当收倒来吼。另外咱头讲到2点空这部分嘛，提悬到这个境内企业的这个税啦吼，啊咱讲征税的这个对象吼嘛，要纳入去这个。咱讲红单这部分，头拄仔咱有讲到一丝啊吼，红单其实有这个5大的这个现象吼，其实数位嘛伫咧面册写真侪吼。这5大现象是啥物？咱头拄讲到媒体也好，还是讲社群媒体也好，抑佫有啥物咧？政府唔敢发伤轻啦，发伤轻哦。系啦，你像头拄仔咪讲台中迄个案件，是，你讲753号啊，被只卖了50户这样子，一户花偌济？15万。一户你买权利金15万安尼啊？罚款啊！我若插榜吼，有抓到，要罚15万。要毋过我若插榜，我的获利超过15万，我就拢赚掉啊。OK。啊啦，无有抓到咧。都安尼准过。准过赚掉，因为比如讲，差不多3个月进前帮桥有一个案件，帮桥，一样的事情，来插榜哦，说一个2点钟卖光光。里面群聚全部都是人，去选择还有 Delta 病毒哦，然后大家去想啊，那唔敢放在网络上，板桥做的较含蓄一点，因为怎样讲呢？迄个想啊，那放到网络上出去转播拢有话题，因为群聚嘛，超过迄个 COVID-19 的规定嘛，奇怪，我哋插榜变群聚这样，但不过是真危险是对 ，OK， 唔敢扛。台中呢是像摇摆，所以讲吼，伊就这样放出去，媒体通通来报道，所有媒体都讲说插榜。一户罚15万，要笑死啦！你若果真的要抑制炒房，一户应该罚个100万、1000万个对嘛？你要重罚嘛？你头先讲这房地合一2.0，其实现在投资客根本都变种了，全部都变形了，就是因为进户无你查，唔敢查，是讲有什么压力我嘛唔知。有啦，先对啦，消保官有查到。
就扣消保官，规政府扣消保官。哦。刚你讲的出去，你会听会落去。政府人拢大家拢是领高薪，结果扣消保官，要笑死人安尼。好，我讲我若买一间厝700万，我就下节我就卖给我的左口袋2000万。几千万的厝卖给我的左口袋2000万。倒手换正手就对了。啊，换2000万对吧？我就卖给叶国华1800万。我是不是赔售200万？是。我要把它税，唔免嘛，我赔售。对，啊，不过你嘛知，不然1000万变到1800万，我赚800万。哦，所以即摆投资可能是安尼换来换去就好啊。啊，不过换来换去，唔敢查，唔敢冲啊。是。啊，你说介绍也是一样啊，高雄就是建商迄有抓到，讲建商家己自己做实价假登录。啊，迄有政府抓个，无啦，我无做这款代志啊，啊，不过政府就抓到，你讲无做这款代志。啊，罚偌济一点点。所以吼，即个政府都唔敢还安尼。你若讲真正重罚，大家都唔敢做。OK。要唔过基本上都是轻罚啊，公平法有规定啦哈。公平法第一户只能罚一点点，要累加上去了。一个案子就一个案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一间公司，我每个案子都给他乱搞一通啊。我管你公平法罚多少钱嘛，罚一点点而已嘛。所以每一个案件，大家都讲啊，政府若无查，我就赚到。啊，投资客想讲啊，政府无查，我就赚到。所以近几啊，实价登录进户查有罚钱的都是自己自首，因为有当起内讧。